各位早晨啊！嚟到2025年第4屆領冠綠茵春季聯賽 U9 嘅賽事，呢個係一個7人制嘅比賽啊！嚟到最後一個比賽日，第4個比賽日，聯賽嘅第7輪，如果係最後一輪，着藍色衫嘅香港阿仙奴將會對陣深圳嘅悅動足球啊！咁啊，雙方球員作出最後嘅一啲準備啊！咁啊，賽會亦都核對球員嘅身份啊！見到悅動足球今日係着白色衫啊！咁啊，身形都係同其他球隊一樣啊，深圳球隊。比較高大。乜嘢啊？喺呢個袋度。係幾耐啊？咁啊，阿仙奴將會由謝 Sir 啊帶領一眾阿仙奴嘅將士。今日落場有得行啊！好啦，入場儀式即將舉行啊！揸住咗啦！揸住咗啦！快點快點！有動的！布朗，來，布朗。什麼原地位？什麼原地位？隊長第2位。隊長。來，隊長。哎，终于喊。来，隊長先過來。來，隊長先過來，隊長先過來，隊長。隊長是誰？你們過去。來。誰？要邊有球權，那名叫這邊還是這邊？這邊是吧 ？OK， 來。咁將會由阿仙奴開波啊！入場儀式就馬上舉行啦。直接一排過去啊！直接一排過去。可以火車咁樣一排。我踢步走，直接一排過去。我是停就停，然後轉身。一排過，唔使啦，一排過。來轉身，來。向觀眾席示意，來，向觀眾席示意，自己打招呼啊！可以來握手，加油加油加油啊！加油加油，來加油加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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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來，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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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回到你們自己場地啊！加油加油，加油加油，你們這邊。下次咧，你拍唔好拍，要等佢執相，啲理人喺度咧拍，你啲理人頂住晒佢哋啊！好啦，上半場嘅比賽即將開始啊！見到阿仙奴今日派出頂上前嘅前鋒啊，將會係24號志峰。而4個中場左邊將會係阿細鋒伊人，2個中間就將會係易橋同圍城啊，波子就司職右中場，而踢喺最後邊嘅係21號周林啊。波子走落嚟，波子係啦，慢慢波子啱啦，波子右邊啦，波子，好正啊，波子。打住！我這邊，我這右邊啦。位置啦，個位置。邊度到數？
再嚟啊！再嚟啦！企好，繼續。細峰截停個波啊！有 cover 喎。見到對手沿住左路一個傳中，波子交翻出嚟衛成，衛成要早少少啊！咁啊，見到後邊有人殺上嚟㗎啦。解圍會唔會由中間？會好危險啊！佢由中間，盡量向兩邊。講球啦，講球。咁啊，球證話呢波係阿仙奴嘅守衞踢得出界啊！我有人掂住啦，起碼掂住，走咗你知道。逆橋，細峰呢波未出界啊！咁啊，對方嘅守衞3號啊，散咗出界外。阿仙奴喺進攻左路一個界外球，咁啊要早少少出腳啊！要早少少出腳。波子，衛成俾你，係啦。咁啊逆橋啊，靚波啊！呢波擋咗上嚟，周林。繼續。細峰，啊對方就攞咗機會就轉身一腳射門啦。衛成跟翻前啲衛人嘅中場嚟㗎嘛，遲啲，前啲。波子沿住個右路，望下中間呢，周林摸住冷靜係啦，玩，衛成啦，繼續波子，俾你，上來過去，這裡把他登過，你就不要了嗎？未出嚟繼續啊，一齊。咁啊，志峰上去幫手啊！落嚟，波子，即刻落嚟，波子。細峰，係入風包，係啦，吸啊！咁啊，對方個反擊都速度轉換好快啊！3爬2撥就去到我哋嘅半場嗰邊啊，而我哋相反，我哋球員要早少少交波啊！亦都係對方一個傳中。幾前啫，冇越位㗎嘛，唔使理佢啊，前啫，你咪拉空多啲空位咯，係嘛？啟信個 drop kick 啊！咁啊，尋找我哋嘅前鋒啊，志峰。二人要早少出腳啊！周林喺後場控住個波，交俾波子。周林。維成出嚟，出兩步。冇窿啊！有冇窿啊？有冇人啊？叫。維成傳翻去中間，咁就俾對方嘅守衞閂咗出底線啦。咁我哋喺進攻右路有個 corner。咁我哋快開，人我個右腳，周林交翻去右路波子，好波啊！唔緊要啊，唔緊要，唔緊要，唔緊要。
你往中间出干什么呢？这边没人。别跑了，大哥！刘子瑶。藍衫要揾人睇下，黐埋一嚿啊，拉得唔開啊！防守嘅時候，衛勝波子，咁啊周林搶前啊，有啊易橋交翻去左路志峰要拉開少少啊，黐得有啲太埋啊！藍衫周林交翻去右路好波啊！咁啊，提前準備好啊，要。咁啊，對手越動足球喺進攻左路嘅一個角球開出，咁啊要清出，唔好俾佢對方有起腳射門嘅機會啊！咁啊，見到喺亂從之中就俾對方起腳就率先打開咗紀錄啊！咁啊，我哋0-1落後啊！前鋒波子上前啊，攔截咗個波，對方就不斷施壓。細鋒交翻去左路啊，志峰翻後去攞波啊，咁有空間俾佢向前衝，但係呢波就有啲大力啊，直接出咗底線。易橋攞住個波，咁啊想交前俾阿志峰啊，咁啊呢波球證又 foul back 啊，話對方嘅一個犯規。交翻俾右路，嘗試交俾波子啊，一個督前，睇下志峰可唔可以搶到點啊？易橋，波子投住出咗12號啊！波子投住出咗12號。由啟信就將個波抱翻住啊！一個 drop kick 去前，咁啊過咗對方守衞嘅頭啊，但係呢波都太靠攏啦，變到周林就俾對方嘅前鋒啊，掉咗一下。阿維成追唔追到呢波？踩翻停個波，再出嘅時候出咗底線啊！
細風開出，咁啊呢波就睇有冇機會起到腳啊！出嚟啦，起身，出嚟係啦，用埋個波。圍城控翻住個波，咁啊想交俾波子，但係呢波交到醫院波啊！我未翻後周林圍城啦，喂，望下自己真波，俾佢踢嚟。圍城控翻住個波，睇到阿細風個波空咗㗎嚇。用腳啦，出嚟用腳啦，唔使換佢啊！走。把水带过来。周林，波子。自鋒，細。咁啊，對方就話球證啊，話對方嘅犯規啊。我哋罰球啊，波子。Noah 同阿范又入場啊，志峰同圍城落去休息啊。啊？加碼！咁啊，球證就話呢波繼續啊，咁啊入球有效啊，去到2-0啊。緊要啦，繼續開波啦！咁啊呢波就所有藍衫嘅球員啊，以為係我哋個波，結果就球證堅持話佢個手勢又判咗係阿仙奴嘅犯規啊。咁我哋換人呢個時候就出現咗一啲插曲啊，咁就送咗一波俾對方，咁啊比分落後至0-2啊。細風一腳射門，睇下有冇機會補射。繼續，我幫加油！咁啊球證又話係阿仙奴犯規啊，咁所以就係一個罰球嚟㗎。就能交咗俾阿伊人，伊人篤俾阿 Noah，Noah 食住個位，但係俾人偷甩咗波，咁後邊嘅從後嘅一個犯規啊！波次交俾周林。唉，真係！加油！波子沿住右路，周林 Noah 就壓住對手啊，咁啊對手出腳都非常之快啊。打翻嚟中間有阿范啊 ，Noah 好，對方亦都有一個3打1，有阿周林攔截交翻俾右路波子。去啦，自己啦！
抬高頭喎，阿凡睇有冇機會起腳，扣翻住拉翻後，交翻俾左邊後上嘅伊人。伊人就啱啱可以選擇交俾左路拉空咗阿易橋啊。易橋交翻後，係咪一定要左邊啊？咁啊呢波失咗啊！咁啊周林重組，易橋出嚟阿凡，出嚟阿凡，阿凡出嚟，出嚟阿凡。嚟啊！一球啊！一球啊！兩半場啊！都俾咗林咯，都俾咗林啦，嘅冇進到啊，繼續啊！係攞啊嘢！諾亞食翻住有2個白衫去攔佢啊！但諾亞仍然都有佢身形嘅優勢啊！阿凡、周林，我哋球員亦都係要拉開少少啊！咁啊，對方喺右路啊，有阿細峰嘅攔截。咁對方拉翻後俾3號啊嘅一個後上。見到阿細峰伊人啊，啱啱應該係中咗腳㗎，咁啊非常之痛苦咁喺地上，咁隊長睇信就過去睇一睇，咁啊希望佢冇事啊。比賽繼續。好。易橋睇下呢波可唔可以攞翻嚟？阿凡。凡就繼續施壓啦，對方就受逼之下就一個轉身射門就 off target。諾亞，易橋搞翻俾右路好靚啊！俾咗波子呢個空晒，偷翻去個位，有冇機會可以入翻波咧？咁啊呢波俾龍門就封擋出嚟啊！咁球證係咩事咧？話一個出界啊！一個進攻右路嘅 corner。開出，易橋。出嚟喺度用腳啊！用腳，兩邊都係啦，你得㗎嘛？好，上半場結束啊！阿仙奴暫時0-2落後。咁啊，其中第2球就完全係一個可以避免㗎，但係我哋要吸取教訓啊！喺換人嘅時間就
以為係我哋嘅波，結果對方就利用我哋換人就快開啊，咁啊比分拉開至2-0。咁我哋稍作休息之後，睇下下半場有冇一啲新嘅變化，稍後見。